好，也搁来讨论的，也搁有咱台湾的水价。咱台湾水价即马是已经31档无起，台水按算伫这个月向经济部提出检讨报告，是安怎？就是因为即马只要卖1度的水到了2.45块，去年算落来是亏损42亿。也即马台水要向经济部来提出报告，是毋是讲未来水价要来调整？即站台水是讲要搁来开会来参议。 台湾水价前年无调整，行政院长杜英台今年已经对外呼吁，爱全面面对合理的水价。趁台水有价伫这个月底提出水价检讨报告，因为即阵每卖1度的水就了台票2块4角5。 这个折旧摊期包括利息的支出，这几年其实占我们亏损的部分，其实是占蛮大一部分。目前还是在台水的内部当中。那其次当然就是开源节流。 现台湾水价分做4段，第一段10度以下1度7块3角5，为了不影响一般民生用水，听讲第一段无调整，第二段11到30度1度是9块4角5，第三段31到50度1度是11块5角5，第四段51度以上1度是12.075。传出第2到第4段的水价有可能调整，不过台水公司回应具体方案也未正式提出，等待开会讨论。这是细菌国内毋拿水价受到注意，为了解决台湾电力的问题，经济部长郭志辉去年提出对菲律宾种电转来台湾的想法，全报告出来了。敢若经由电池船送电1度成本是5块半。业界认为讲菲律宾本身就欠电，是毋是也有假的电力输送到台湾？过来是台湾甲菲律宾电价有差，菲国工业甲自付用电1度大约是4块到6块，真来用1度4块计价卖互台湾，最后要考虑地缘政治风险。目前为止，全世界这种深层海底的这个电缆的技术都还没有到位嘛？那还没有到位，你真正它能够商业使用的时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？我们现在不确定。经济部讲，境外绿电输送转来台湾，目标计价1度4块有可行性，会定期召开协商会议，也就海底地形也是海底电线铺设这议题，请教国内外专家来稳定区域供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